门才子唐伯虎在虎丘寺游玩，相逢秋香，一见钟情。但秋香对唐伯虎的痴情似乎全然不见。唐伯虎灵机一动，将秋香的裙带踩住，使秋香拜香站立时跪倒在地。秋香似甚似恼，秋香想拉出裙带，唐伯虎却不松脚。性情泼辣的夏香见此情景，一伸手将得意洋洋的唐伯虎推倒在拜垫上。唐伯虎情态十分尴尬，秋香见状一笑留情。唐伯虎心中暗暗自喜，随即叫只小船尾随画像府观船。翌日清晨，小雾迷蒙，在一个小小的埠头，唐伯虎见画府观船上有人走动，忙吩咐小船摇江过去。唐伯虎正在痴痴地翘首探望，突然被一盆冷水劈头盖脸地泼得好不狼狈。原来是秋香推窗倒水，唐伯虎欲恼非恼，秋香见状二笑留情。唐伯虎越发痴迷了，他紧跟秋香来到了无锡郊外的龙亭镇，却不料眼睁睁地见秋香进了画像府，自己却吃了一个闭门羹。嗨，叫人好不气恼。正当唐伯虎在画像府门前万般无奈、长吁短叹之时，他突然发现了一张画府欲买书童的告示，便欣然埋名隐姓，投靠画像府，当了一名贴身的书童，并且得到了华太师的赏识和宠爱。华太师还特许他在画府点选佳人，喜结良缘。红丝巧戏有情人，月老祝他夙愿长。我当监院
你们大小真仙语，却不见秋香美在脚。时辰已到江海边，千影渺茫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哎呀累呀了，众人并列话堂上，肉毛细子若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的荆棘为路写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行事买点点，走一步要长得亮。很香弟弟。风面大水叠银人，西次西大修三分，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回望寂寞问杀人是我这一了。我想弟弟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言，终日望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面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弟弟。莫里争气是冰霜，人与都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外聘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不样，怪是怪还爱是对付眼光，而夫妻妹多爹过，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弟弟呀，再过一次来平房，修实亲友看不下。要是女
人啊！我结于秋香姐。